这外国寄来到台湾的包裹呢，拢会放伫物流业者的仓库，单要来配送。也毋过，刑事局所查到，咱国内呢有14间业者，伊是涉嫌甲中国的诈骗集团来斗空，送一寡这诈骗的包裹予受害者，再搁对这当中偷成搁食红。这涉案呢是拢总有18人，全部拢照银行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这是仓库就对了。 环境交通是一间成都物流公司所在，查考相关的证据，刑事局对查一夜市广告诈骗案，发现过来14间成都物流公司涉嫌甲中国诈欺集团交结，用代收汇款方式，搁代付诈骗广告费用，金额有2.3亿。巨额的支付与本业不符之广告费用，自111年起至113年间，以代收货款方式。 另外，代付赊账广告费用达新台币2.3亿元。警方表示，中国诈欺集团透过减肥集团、地销甲土地等一夜式诈骗广告，骗民众误信落单，或者是透过购资外销名单，寄销零包裹予民众，交给成都物流公司收钱了后，一方面付诈骗广告费用，另外一方面用地下汇兑方式汇款予诈团，为中抽commission，总共是1840万。 被害人还在羁押中，那不法获利是大陆诈团这边请他们支付赊账广告费的趴数比例去换算，这厂商大概获利1840万余元。 刑事局在1月17日发动搜查，将14间成都物流公司负责人等18人，全部依照涉犯银行法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搁查扣170万现金、小客车、手机合约书等证物。因为民众收到包裹大部分是无好，或者是非法药品。那判刑确定业者后续还佫面对消费者提过诈欺甲营业登记撤销才会处分。记者综合报道。